好多老友問到咧，有兩個圓圈咧都 touch 同一條直線啦，咁可唔可以幾何上去？有啲想法俾佢咧，因為兩個圓圈嘅 y 坐標都一樣嘅喎，係啦，咁啊直線就咁啦。兩個圓圈嘅圓心 y 坐標都係二之制，其實就咁嘅。呢一度咧就有條 y 等於二喺度，呢個就咁樣 touch 佢，係啦。另一個咧圓心都係 y 等於二啊，半徑主要大家都係20對稱嘅，冇錯。咁 touch 呢個位啦，同埋呢個位。咁啊半徑如果都係20嘅話咧，啲朋友問到可唔可以幾何上攻克佢咧？用一啲左右對稱嘅性質咧。咁如果你要畫雙理三角形咧，其實雙理三角形就係以呢兩組作為依歸嘅。由於呢一度係對稱啦，所以其實兩個圓心加埋除二咧，就一定係 y 等於2，同埋咧 2x 加 y 加6等於0嘅相交點嚟嘅。所以你代咗 y 等於2落去嘅話，咁其實你得出咗 x 咧就會係-8除2，即係-4嚟嘅。咁你講兩個圓心咧就 P 加 K 啦，係啦，咁啊 P 加 K 就即係兩個圓心嘅 x 坐標，咁冇所謂邊個 P 邊個 K 啦，呢個 P 呢個 K，咁 P 加 K 除2咧就直接係-4，所以 P 加 K 咧一定就係-8嚟嘅，呢個係第一個做法。咁啊用幾何嘅角度去解釋，係啦，因為考咗大家，沿住咧 y 等於係啦-2x 減6對稱。好啦，呢個第一個做法啦。第二個做法，咁第二個做法咧，你可以用翻 delta 等於0啦。咁嗰個我都會喺詳細 MC 解答嗰度，唔好啦，陣間做埋俾你睇，係啦。咁第二個做法，如果你要做嘅話，理論上都應該係用點與直線距離公式嘅。咁你做一邊得㗎啦，因為你做一邊都好，你都會計到兩個 k 嘅值。咁嗰兩個 k 嘅值咧，多出嚟嘅 k 值其實就係 p 嘅值㗎啦，因為大家兩個圓圈都對稱啦。咁所以啦，你可以咁樣寫嘅，點與直線距離公式，將分子咧就放圓心 k 啦，同埋2啦，加6，除翻條直線二次係啦，2嘅2次1嘅2次，等於翻 radius root 20，小心啊 ，radius 係 root 20。咁然之後啦，區區都係2k 加8，跟住2次方，等於本身root 5啦，同埋 root 20啦，但係呢一度有個2次方嘅，因為我全式已經2次咗㗎啦，所以入面咧就會係100嚟嘅。咁啊 2k 加8嘅2次等於100，唔好包啦。2k 加8等於10，2k 加8等於-10，所以大家都係會有 2k 等於2啦，k 等於1，2k 等於-18，k 等於-9。咁兩個 k 值就即係話另一個就係 p 值啦，係啦，因為條式對稱啊。咁啊1加-9咧，亦都係我哋嘅-8嚟嘅。好啦，第三個做法用翻 delta 等於0。咁如果你用翻 delta 等於0嘅話咧，我哋都有啲講法嘅。y 等於-2x 減6啦，咁啊同大家做翻個 delta 等於0啦。咁啊 x 2次減 2kx 加翻 k 2次，再加翻 y 2次。哎呀，我 y 換咗啦，換咗到-2x 減6，-2x 減6再減2，即係-2x 減8，咁即係2x 加8。4x 次啦，2x 加8啦，232x 啦，加64減翻20等於0。draw 翻條 quadratic 4啦5啦，然之後就32減翻 2kx 加翻 k 2次加64減20等於0。咁啊做翻 delta 等於0，即係32減 2k 嘅2次減4，跟住5嘅 k 2次加64減20等於0啦。咁呢條式爆開咗之後，你就可以計到兩個 k 㗎啦。冇錯。咁呢條式爆開咗，順利計到 k 係1啦，同埋-9。搞掂，係啦，呢條式爆開咧 ，exactly 就係 k 等於1同埋-9㗎啦。甚至其實你唔爆都得嘅，
冇晒，你唔爆都得㗎，其實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其實咧，你爆完之後，你做 alpha 加 beta 咪得咯，因為嗰兩個 K 值都一樣噶嘛，係啦。我相信你睇翻前幾秒應該可以 cap 到圖噶啦，就係咁樣，係啦。咁個頭先嗰條你爆到見到係 AX 次加 BX 加 C 咧，你寫負 B over A 已經係負8嚟噶啦。咁啊，希望呢一個咧大家可以明白啦。